大家好啊！咁今日咧啱啱就完咗呢個線上講座啦。咁我哋喺 YouTube 同埋 Patreon 介紹嘅交易策略同埋指標咧，都會喺課程嗰度咧教大家改良嘅原理嘅。今日咧就會介紹一個新嘅指標叫做 LSMA 嘅。嗱，應該好多人都聽過㗎啦。咁大家咧喺網上可以揾到咧佢嘅公式嘅。嗱，個名咧雖然就好似平均線啦，咁但係其實咧 LSMA 咧係用咗呢一個線性回歸嘅概念。嗱，線性回歸嘅基本公式係咁嘅，但係其實咧唔係太熟悉嘅話咧，其實唔緊要嘅，因為如果你要用程式寫出嚟咧，其實基本上個步驟都好簡單嘅。我哋之前嘅片咧都有講解過咧呢個線性回歸嘅概念。咁我簡單啲講俾大家聽啦。假設你要去買鑽石，咁你要買兩卡嘅，咁但係個老闆話俾你聽冇貨喎，咁好啦，咁你問個老闆，你有貨嗰啲，咁你話晒俾我聽個重量同埋個價錢啦，咁你就可以 plot 到個 graph 出嚟。咁你就可以推斷到大概兩卡咧係幾多錢嘅。咁有啲人就會話咧，呢一個 LSMA 咧比普通嘅平均線咧好用好多嘅。嗱，紅色呢一個 LSMA 啦，咁你會見到咧，佢係對個價格咧比較敏感啲嘅。一般嘅用法啦，佢會見到如果 LSMA 咧由跌轉升啦，就當係買入信號，或者由升轉跌啦，就係一個做淡信號。不過咧，呢個 LSMA 咧其實有一個問題嘅。因為其實佢基本上咧，只係一個普通嘅線性回歸。嗱，我用日常生活嘅例子去解釋咧，大家就比較容易啲明白嘅。例如啊，你係一個咖啡店嘅老闆，你想預測一下咧自己間咖啡店嘅營業額。嗱，你假設啦，你嘅營業額咧同你開店幾耐咧係有關嘅，即係同個時間有關嘅。咁你可能係睇第一日、第二日、第三日個營業額係幾多啦。咁你好容易咧會用到一個 linear regression 咧去推斷到個營業額咧之後會係幾多。咁但係大家都明白，喂，影響營業額咧唔係淨係關時間事嘅喎，可能譬如有冇落雨啊，有冇打風啊，或者附近咖啡店嘅數量啊，附近食店嘅數量啊，或者商場嘅人流啊。咁所以咧，好多人就會諗到可以用一個咧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咧去預測個營業額。咁其實正如啦，影響股價嘅，亦都唔淨止係時間嘅，可能仲會包括啦波幅嘅變化啦、RSI 嘅變化啦、MACD 變化啦，或者成交量啦、開市裂口幅度啊，或者係假期因素咁樣。咁但係咧，本身 LSMA 嘅公式咧，淨係當時間係一個主要嘅因素嘅。咁好多人改良呢一個 LSMA 嘅時候咧，其實最基本咧，佢就會加一個波幅落去，咁就變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。嗱，我就整咗一個咧副圖嘅版本嘅。嗱，本身副圖咧佢已經有呢個 LSMA 啦，咁我就整咗一個咧將 ATR 都加入埋計算嘅 LSMA。嗱，咁其實你可以咧將呢一個加咗 ATR 嘅 LSMA 咧同本身個 LSMA 做比較嘅。嗱，呢一個黃色係本身嘅 LSMA 啦，黑色呢個咧係加埋一個波幅嘅。咁咧，如果你兩個比較咧，嗱，舉個例啊，原本嘅 LSMA 已經跌穿咗呢一個，加埋 ATR 嘅 SMA，你可以當係一個做淡信號。又或者咧，原本嘅 LSMA 咧升穿咗呢一個，加埋 ATR 嘅 LSMA 咧，當係一個買入信號。嗱，如果你淨係加個波幅咧，可能改良到少少嘅，你亦都可以將佢同原本嘅 LSMA 做比較。嗱，但係其實淨係咁樣改良咧，個效果就唔算太好嘅。嗱，咁你網上都會見到好多人咧，咁會加更加多嘅因子俾佢。咁例如啦，佢真係會可能加埋裂口啦、RSI 變化或者成交量啦，去改良呢個 LSMA 嘅。但係你會發覺咧，你加好多因子俾佢嘅時候咧，嗰個效果咧反而更加差嘅。譬如好似頭先咖啡店嗰個例子啦，嗱，因為好似落雨同打風咧，其實你根本係重複噶嘛。嗱，如果你用股價嘅例子咧，其實你 ATR 同波幅咧對股價嘅影響其實好接近噶嘛。但係每個因子咧，其實你係會加咗個權重俾佢嘅，咁你變相令到某啲因子個權重特別高咯。嗱，其實 ATR 同波幅係重複嘅，咁其實你成個計算咧就變成咧波幅咧係權重最大嗰部分。咁但係個問題係股價未必成日受到波幅影響啊嘛。
可能有啲時候咧，開市個裂口幅度先係最重要嘅，又或者有啲時候咧，成交量先係最重要嘅。唔同時間咧，影響股價嘅主要因素咧，其實都唔同嘅。咁所以你全部加埋晒嚟計咧，個結果咧，好大機會係更加差。嗱，要解決呢個問題咧，我就用咗一個咧 elastic lag regression 去計嘅。嗱，如果用數學嘅概念咧，elastic lag regression 咧，除咗會將原本嘅誤差最小化之外咧，佢會喺特定時間咧，將冇用嘅因子咧，加咗一個我哋叫懲罰啊。咁意思就係數據上，如果見到某段時間某啲因子咧係冇咩大作用嘅，佢就自動會將佢嘅權重咧降到好低嘅。嚟用翻頭先嘅例子啦，假設你用 multiple regression，你計到咧每個因子個權重，但係你再用一個 elastic lag regression 咧，你判斷到呢段時間 RSI 同埋成交量個影響係最少嘅，佢就會幫你自動壓縮呢兩個因子嘅權重，將 RSI 個權重啦大幅下降啦，同埋成交量個權重咧，甚至乎係直接變做零嘅。簡單啲嚟講啦，即係話個模型咧係識得自己話俾你聽，呢段時間呢個因子咧係冇用嘅。嗱，佢唔係將個計算變到更加複雜，佢係識得咧幾時將個計算咧自動簡化。咁但係留意咧，其實呢種做法咧算係一個 machine learning 嘅。咁但係所有嘅平台啦，包括 TradingView 啦、MT4 Multichart 咧，其實都冇可能直接寫到咧 machine learning 嘅嘢嘅。咁我係將佢咧有少少簡化咗嘅。咁變咗大家咧，其實直接用呢個 TradingView 嘅 price skip 咧已經寫到出嚟㗎啦。咁就唔使好似我哋之前咁教啦，用 Python 先寫，譬如好似 logistic regression 咧，我哋教係用 Python 先寫啦，跟住再轉做呢個 price skip 嘅版本㗎嘛。咁但係咧，就算你用呢一個 TradingView 咧去寫 elastic lag regression 咧，其實個效果咧都係唔差嘅。咁同埋咧，點解我特別中意一個 LSMA 呢個指標咧？因為咧，佢喺計算一個 linear regression 嗰陣咧，其實佢呢個 slope 啊，即係呢個斜率啊，係可以幫你判斷到咧，究竟個市場咧係有冇趨勢嘅。呢一個咧係比其他指標優勝嘅地方。咁我哋改良版嘅 LSMA 咧，其實加咗好多因子落去嘅。咁不過咧，我哋就用一個 elastic lag regression，佢係可以自動咧係根據最新嘅數據咧去判斷邊啲因子係冇用。咁同埋我哋加咗一部分去判斷咧有冇趨勢嘅。咁其實市場咧大部分時間都唔算係有明顯趨勢嘅。咁冇明顯趨勢嘅時候咧，我哋係用淺藍色嚟顯示嘅。如果下跌嘅趨勢咧，用黃色啦；上升嘅趨勢咧，係用黑色嘅。嗱，咁拍呢段片嗰陣啦，如果用呢一個改良版嘅 LSMA 應用喺一個ES 上邊咧，大家可以睇到個效果嘅。嗱，首先如果我自己炒 ES 啦，咁如果 day trade 嘅話咧，每日大約4點鐘之後咧就會入市嘅。咁好似咧呢一晚咧有7次入市信號，其中有4次咧係好明顯係可以賺到。嗱，基本上你用好簡單嘅平倉嘅準則咧，應該都可以好順利咁樣賺錢平倉。嗱，呢一個咧第一個入市信號啦，第二個入市信號啦，第三個入市信號啦。咁呢一個咧個幅度係比較少嘅，但係唔代表你係有輸錢嘅。咁另外再睇到啦，去到2點鐘之後咧，都係有2次咧個幅度比較細嘅入市信號嘅。咁最尾到咗3點零鐘之後啦，再有1次買升嘅信號啦。咁7次裏邊啦，有4次係明顯賺錢嘅，咁有3次嘅幅度咧係比較少嘅，咁可能有機會出現賺少少啦，或者輸少少啦。咁但係其實咧，大家見到咧，佢係有輸嘅話咧，其實個幅度都唔大。咁點解我叫佢做咧專門 day trade 嘅指標咧？因為佢嘅好處就係唔會見到話買入之後咧，突然間就急跌。或者你做淡之後突然間就急升，即使裏邊可能咁多信號咧，有錯冇問題嘅，最緊要錯嘅時候咧個虧損唔大，你整體就會有個利潤咁。咁對於一個 day trader 嚟講，呢樣嘢先係最重要。如果我哋用一個改良版嘅 LSMA 啦，
用嚟炒呢個 Tesla 啊。咁如果咧 day trade 嘅話咧，提翻大家，一般咧我會剔除咧開市第1分鐘嗰個信號嘅，因為你有呢個裂口咧，影響咧就會比較大嘅。咁其實好簡單，呢個信號唔要啫嘛，呢個先當係第一個信號啫嘛。我假設啦，近排用一個改良版嘅 LSMA 咧，淨係炒開市第一個入市信號，佢係連贏咗8個交易日嘅。嗱，我逐個交易日俾大家睇下，好似3月5號呢一個啦，3月4號呢一個啦。其實你見到入咗市之後咧，基本上你都冇乜點坐倉。跟住3月3號呢一個啦，3月2號啦，2月27號啦，2月26號啦，2月25號啦，2月24號啦，已經係連贏咗咧8個交易日。咁再對上甚至乎2月23號咧，你見到第一個信號咧，雖然佢賺嘅幅度唔多啦，咁我當佢係虧損啦。跟住之後嗰個信號咧，其實你都已經賺翻。咁所以咧，呢個改良版嘅 LSMA 咧，喺 day trade 嘅時候咧係好有用。嗱，我哋今日嘅片咧都係有 Patreon 同埋 YouTube 高級會員嘅版本。咁啊 YouTube 高級會員版本嗰度啦，佢嗰度就有段曲嘅。咁係咧用副圖嘅曲嚟寫出嚟嘅。咁我哋將原先嘅 LSMA 咧，用呢一個 multiple regression 咧，加埋一個 ATR 落去做判斷嘅。咁直接咧 copy 段曲喺副圖呢度咧就已經用到㗎啦。咁但係呢個咧就唔係我哋改良版嗰個 LSMA 嚟嘅。嗱，我哋改良版嗰個 LSMA 咧就已經推出咗㗎啦。咁 Patreon 嘅會員咧就可以揀嚟用嘅。咁到目前為止啦，我哋就已經推出咗13個策略同埋5個指標㗎啦。咁喺我哋段片嘅留言區嗰度咧，大家都可以睇到每個策略啦，同埋每個指標嘅介紹嘅，同埋啲策略嘅 backtest report 嘅。咁如果有興趣咧，就可以參考翻啲資料嘅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片啦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，同埋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，等更加多嘅人咧可以睇到我哋嘅片嘅。